继续来关心台北警花城购物中心的案件，因为容积率伫郭文德市场林内亚悬到840%，引起争议。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郑小平早起去地检署告发郭文德甲前副市长彭正新两个人涉嫌盗利罪。民进党的议员简书培嘛提出苏东市的公文，讲就是郭文德当囡仔做决策的。目前北检已经在调查，郭文德嘛列做他治案的被告。 前台北市长郭文德伫咧年代，甲金华城土地容积率提悬到840%，引起争议。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张小平出力到台北地检署告发郭文德甲前副市长皮正新两个人涉嫌盗利罪。王玉芬督发局长讲，只有柯文哲被起诉，这个建造才可以废。 那我们可以才讨回400亿，多给20%容积的公道。地方自治以来最大的弊案哦，我们一定要来告。那咧甲金华案件加调调，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书培也提出迄当阵的公文讲，金华城2020年3月17向市长室定情了，提出市政府应该保障3项权利，上面是郭文德亲自当囡仔决定的。 为什么金华城可以自创容积？为什么金华城可以比照都更？答案揭晓，这是柯文哲核定的。柯文哲在这边签章，就直接送给了金华城20%的容积奖励。到底当时的决策是否符合相关的法规？我想这个部分就一定是要彻查清楚。所以政风不止已经启动调查，检调也都已经来索取资料。 金华城容积率大量增加，可能这个是盗利财团。台北地检署已经签分他立案调查，并且指挥廉政署8条组修正调管伫咧了解中。郭文德被列做涉嫌贪污治罪条例被告。既然现在检方已经开始侦办，我们也呼吁有部分的议员不要把自己当检察官，不要用这种片段式的抹黑，然后拿随便的一个资料来误导社会大众。针对简书培质疑。 金华城案件是郭文德当囡仔所决定的。吴宜选也回击讲，台北市政府受到相关定情、行政救济，当然爱把案件交予独立的机关、独委会来审查。当囡仔决定是市政府依法办理的程序。记者综合报道。